家好，歡迎嚟到義樂團靈修部為大家預備嘅與我同行 channel。今次係第一次見面，首先介紹下呢一個嘅 channel。今年靈修部咧想透過呢一個 channel，將神引入我哋嘅 digital life 當中，使我哋咧睇手機嘅時候咧都可以有一啲屬靈嘅支持。而呢個 channel，我哋將會擺一啲同我哋查經有關嘅資料，或者崇拜後嘅分享啦，又或者甚至乎靈修部認為對大家有幫助嘅，都會俾大家一齊睇。而呢一個 channel 咧係一個 private 嘅 channel，所以大家只可以咧透過我哋喺 WhatsApp group 入邊 send 俾大家嗰條 link 去 subscribe。大家可以放心嘅喺入邊 comment，而喺 comment 入邊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下對片入邊所提及嘅內容啦，對你有冇幫助，對你有啲乜嘢嘅影響。希望大家多啲參與同埋彼此嘅支持，多謝大家。